来这个陈时中放翕到相片，甲已经结婚的女性来牵手，搁共摸肩胛头，打出这个相片的刺卡心，甚至来压料，讲这个相片本地是媒体要报要刊的，最后因为某一寡因素，煞全无报出来。啊嘛要选市长的周万安就质疑了，为什么媒体到尾啊，无甲这个相片刊出来报出来呢？这个背后是毋是承受到真大压力呢？啊，那这个相片到底是啥人翕的呢？资深的记者葛思琪是来分析，讲应该毋是民众偷翕的，应该是征信社所翕的。刺卡心昨暗时伫面找到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餐后和已经结婚的朋友牵手的相片引起讨论。不过对翕相的角度和画质来看，资深记者安尼讲：我看起来像是影片凝结下来。第一个，它景深不够；第二个是说它的篇幅来讲的话，比较像是滴滴出来的篇幅，古仔也用滴滴比较多，因为现在都发影片比较多。专家分析，征信社会用 DV 所为了影机，这套落会像压了相片同款，画质较歹。就看记者影片会用 DV 来翕，不过相片会用长镜头，画质真好。安怎看拢像专业，无可能是民众压了。新闻爆料的照片多数于会是直视的照片，加习惯于用手机的手法，他会用他最简单的姿势去做拍摄。手机要摆横的拍摄来讲的话，也会有不可能太远。如果他偷拍来讲的话，他的眼睛绝对不敢看着这个屏幕，盲拍瞎拍的话，通常画面都不可能这么的中规中矩，这么平。另外，美国部处长王必胜嘛受牵连，因为王必胜伫刺卡新面册卡回应讲候选人无做代志，干来晓把握防疫疫苗，搁请就看记者来翕相，选举风格真歹，这敢是市民想要爱的？互刺卡新甲呛讲，外口有查某人讲翕到的人真生气哦，搁讲这是原本媒体要看的内容，王必胜若搁讲到伊的名要甲告。他在留言里面呢，用暗示的方式，似乎想要影射我去找狗仔跟拍陈时中，所以王必胜，你只要敢点名我的名字，我一定告你。我们也很好奇哦，到底是谁拍的照片？但是为什么如果是媒体拍的照片，怎么会流出来变成公稿？选举正日上尾啊，北市的选情真紧张，这声阁有偷翕风波，恐惊是候选人拢想袂到的。